各位兄弟姊妹平安，感谢上帝恩典，互咱阁经过一礼拜。伫一礼拜当中，仍然得到上帝看顾甲保守，并且供给咱生活一切需要。咱感谢主，特别感谢主的，就是咱应该着因着接受主耶稣做咱的救主来感恩，这是最第一段的感恩，因为上帝将伊的听囝耶稣成事互咱，不然咱仍然伫罪恶当中，无法通得到拯救。所以咱一生一世人，咱就感谢上帝的听筒甲恩典，也有真多真多。所以今仔日啊，咱来到神的面头前来敬拜伊，来感谢伊的听筒，感谢伊丰盛的恩典。所以借着神的话学习敬畏神，学习活靠神，学习靠着伊的恩典来过咱一生。咱感谢主，所以求主甲咱同在，求主的赦免咱一切罪过。咱三合额头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多谢你的恩典甲听筒。但是你借着主耶稣来拯救阮，阮仍然无盼望，伫罪恶当中，伫永远的内面，阮无份活伫上帝内面。感谢你，因为借着主耶稣，阮才有今仔日。所以阮做着一个感恩的心来敬拜你。求上帝甲阮同在，求你的圣灵来引带阮。今仔这段的时间，敬拜的时间，借着上帝你的话语来提醒阮，来帮助阮，来坚固阮，好叫阮发酸的腿、下垂的手，发人徛起来、夹起来，来赞美主、感恩。阮将下面的时间交托主，求上帝你也是。你的灵也运行伫怀伫苦难当中边疼的人的心中，你知影因的需要，你也知影因的苦难，你知影因的挂虑，求上帝来帮助因，听因的祈祷，互因来享受上帝的主爱甲怜悯，甲你的恩典，借着你的话语来坚固。偌侪人伫苦难当中的心灵，阮安尼祈祷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有时遇见苦难如同大波浪，有时忧愁散淡似乎要绝望。若把主的恩典从头数一数，必能叫你惊讶历史的欢呼。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主的恩典都要记清楚，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必能叫你惊讶历史的欢呼。有时观念世事如同挑重担，有时背着十架觉得苦难堪。若属主的恩典一火就飞去，必能叫你快乐历史赞美主。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主的恩典都要记清楚，
压力失了欢呼。各位的兄弟姊妹平安。咱即礼拜主日的讲题是感恩的心，感恩的心 ，a thankful heart。上帝爱伊所有的行里，拢有一个感谢上帝的心。因为人来好感谢上帝的心，就知影上帝的美善，上帝的听痛甲恩典伫伊的心上，伊得到了，伊对伊的内心就产生一款感恩的心。这个世界顶啊，有的国家定10月甲11月，因定做因感恩节。伫美国人因的感恩节是伫每一年的11月的星期最后的星期4感恩节。那么加拿大的感恩节是10月，每一年的10月第2个星期1，第2个星期1。那么这个感恩节的由来叫美国的历史立国的历史真有关系。因为伫17世纪初英国的这清教徒叫做 Puritans， 因遭受到英国的逼迫这清教徒真艰苦忍受英国的宗教逼迫，就伫1620年9月。就逼去一长船叫做5月会好的篷船然后行向美洲就是当时哥伦布Columbus 伊发现新大陆，就是这个美洲因就是10月26日登陆就达到今仔日美国的一个所在，叫做 Port of the Plymouth， 美国这个所在，那么这些人伫大概是伫1620到21年因到达的时阵，拄着冬天迄个时阵无出产粮食无果子，无蔬菜，逐个人去枵搬命而且佫拄着一款病叫做排肺病、排肺症真侪人破病死去即款排肺症是缺欠维他命 C 所以有的人皮肤病也是严重就死去了。所以当咧，迄个船咧102个人的清教徒拄着这个饥饿咯，拄着这个排肺症的这个破病拢只存留了50人的性命。当时实在是真艰苦，真艰苦，百姓生活真艰苦，佫拄着冬天经过当地的印第安人这红番红色的皮肤的这个原住民会帮战因照可能度过迄个冬天，并且后来有伫这印第安人的帮战帮助因甲因怎种作咯，有隔年就有丰收了。在丰收的时阵这北京人从对欧洲来这人就举行一个宴会来请这印第安人甲伊三甲来庆祝这个就是第一个的感恩感恩节所以因以后伫1789年政府才正式定这个11月最后一个礼拜拜4才做感恩节。但是咱东方人还是其他世界的人无一定是伫11月还是10月举行感恩节，因为咱毋是美国人，咱毋是加拿大人，咱也是神的子哩，咱凊彩时拢会做咧感恩因为上帝甲咱讲
凡事谢恩啊，这是神哦，伫主耶稣基督内面为咱立的定的这个旨意啊。所以既然是神的旨意哦，咱信徒哦，随时随地拢会晓感恩，无一定着迄个日子，那中国古代因也是有感恩的日子，就是因庆祝这个中秋咧感恩，或者是皇帝一年有3摆的这个祭天，因也是感恩。皇帝代表前的各个国家来感恩，伊毋是向尧上，就向造天地万物的这位上帝，是最高者来感恩。所以信徒咱感恩啊，是一款的美德啊，感恩是一款的美德，所以咱应该着感恩。什么是感恩呢？感恩呢，就是咱内心有一款的感情，特别是对上帝托咱的帮赞，托咱的恩惠，托咱的在救赎的恩典，对咱的内心向上帝感谢，或者是感激的心，是着对内心发出来。所以圣经内面有一寡经文啊，叫咱着感恩。我下面读几个感恩的经文。头一个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18节安尼讲，伊讲凡事谢恩，因为这是上帝伫基督内向恁所定的旨意。所以感恩啊，是上帝所定的旨意，凡事着谢恩。第二，诗篇107篇第1节讲，恁着称谢耶和华，因为伊本为善，本为好，伊的慈爱永远长存。因为上帝爱永远长存，那就向上帝来称谢、感谢耶和华，因为伊本为善，本为好。第3节，以弗所书第5章20节，因讲凡事着奉咱的主耶稣的名，常常感谢神。奉主耶稣的名，常常感谢神。即搭毋是讲到一年一摆，是叫做常常感谢神。所以还佫有其他的经文中国古早时，迄皇帝代表全国的百姓向上帝感恩、求福求美牛祭拜这位上帝，向伊感恩。咱今仔日主要的经文是记载伫诗篇103篇一段的经文内面。头一点咱要讲的就是，伊经文内面伊说，毋通袂记咧伊的一切的恩典，毋通袂记咧上帝一切的恩典。上帝恩典真多真多，算袂了。讲一切恩典，真多真多的恩典，咱毋通袂记咧。圣经安尼讲，诗篇第103篇第1节到第5节安尼讲，伊讲我的心啊，你着称颂耶和华，凡伫我内面的，也着称颂伊的圣名。我的心啊，第2节，你着称颂耶和华，毋通袂记咧伊一切的恩惠。第3节，伊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你的一切破病，因为伊医治咱毋通袂记伊的恩典。第4节讲，伊救赎你的生命脱离死亡，以仁爱甲慈悲
做你的冠冕。第50，伊用美味真水的食物真水的物件，互你所愿的心内得到知足。伊伫你亲像鹰烦恼烦动。当咱有知足的时阵，咱的身躯就健康有能力，亲像鹰烦恼烦动所以伫即几节圣经内面有几点咱要来三甲来思想。头一点，伊说你着称颂耶和华，讲我的心向家己讲，向我的心你着学了耶和华的名。诗人提醒咱所有属神的人，着称颂耶和华的恩惠甲救赎接着呢，伊佫叫凡是属神的行理的人，着称颂耶和华的慈爱甲伊的怜悯。最后讲到凡是神所做的，无论是天使是人，是一切所做的，拢着称颂耶和华的名。所以即搭特别讲，要怎样称颂呢？伊说着用你的心灵来称颂。讲我的心你着称颂耶和华，学了耶和华，感谢耶和华。再讲到我的心，为什么讲我的心呢？因为心就是代表灵魂甲生命。所讲的这个指的这个心就是人的灵魂大心，叫你整个的生命。凡伫我内面的整个的生命，拢着称颂耶和华。人最最重要的部分是啥物是迄个心毋是嘴人有时会口是心非。啥物是口是心非嘴讲安尼，但是心内毋是安尼。嘴甲心袂合，所以有的人只用嘴，无心来释放，是神所无欢喜的。因为对心发出来的话语，还是学乐，还是感恩，还是释放，还是为人处世，你用心发出来。因为对内心做出来的代志，对心内发出来所做出来的代志，是做得真实的。因为这个心是代表灵魂甲生命，所以最讨上帝欢喜的是的敬拜是啥物耶稣讲，着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伊。这是约翰福音4章23节遐，伊对妇人人前边的妇人人所讲的话。希伯来书第13章15节讲安尼：咱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学了称颂为祭来献托神。这就是迄个承认耶稣的人，承认主的名的人，嘴唇的果子。伫即个希伯来13章15节讲伊叫咱着用感谢称颂来献祭互神。咱有时献物件互神，献金钱，献物件互上帝，牛肉，献牛，献羊。但是咱对喙内用心灵所发出来，用喙中所发出来的感恩甲颂赞的心，是神所欢喜的。这就是信主的人的喙唇的果子所以咱看即个诗篇103篇，对头一节到落尾第22节落尾，拢是去讲到相同的话。我的心你着称颂耶和华，还是着感恩耶和华？头有头有尾。咱真侪信主的人有时向神祈祷敢若会晓咧讨物件、讨代志的平安。上帝你将真侪钱财赏赐予我，
上帝啊，你互我得到丰富哦，上帝啊，互我全家平安哦。毋是说无好，但是咱人若心里间只会晓讨物件，袂晓感恩，袂晓学了上帝的名咧，就无完美咯。咱只会晓讨糖啊，也袂晓感谢。哦，有一个人若会晓感谢，是毋是证明伊的属灵的生命伫咧长大，伫咧成熟？若是囡仔讨物件吼，讨物件只是怀囡仔啦，吼，爱佚佗物啦，讨东讨西啦。咱大人吼，对神的恩典哦，毋是特别讨啊，咱是着感恩、学了赞美，这是神所欢喜的。因为圣经讲，凡事着谢恩。咱毋是谢恩，咱是直讨恩典，吼，毋是说上帝减少无要互咱。伊搁较有人用嘴唇的果子，就是献上感恩的祭，来献互神。第二点啊，伊叫咱毋通袂记咧啦，袂记咧，毋通袂记咧上帝的恩典啊，吼。伫以色列的头一个王啊，叫扫罗。扫罗王啊，拄着敌人要来攻破伊，无办法人攻破，互敌人围咧，啊，互跩非利士人吼包围咧，佫一个真大股的歌利亚要来向因骂战，要来攻破因，逐个惊半命，甚至即个王也无办法，也毋敢出战去拍。所以伊就用是一个办法，上下若有法通出去拍战，拍赢敌人啊！我要将我的查某仔嫁互伊，将伊的查某仔当做这个奖品来赏人。结果呢，大卫吼，咱知影这个故事，将敌人拍死，将敌人攻破。所以因拍战赢了后啊，因要倒去省城咧咯，伫路边哦，真侪百姓大声伫咧发，伊说吼扫罗王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哇！将迄个千千归托这个扫罗王，万万归托大卫啊！大卫的战功啊，迄个成绩啊，拍死敌人搁较侪。所以这个引起扫罗的怨妒仇恨，想要报复伊，想要拍死伊，但是得到上帝的保守，逃过扫罗的杀害。后来这个扫罗王佫得到托这个邪灵附身啊，真是欺空欺笑就袂好势啦，生活讲话做是袂好势。大卫2摆弹琴来医治伊的跩头鬼附着的代志。那么这个扫罗王进城了后，2摆摕用个长枪，就迄个矛啊，要甲伊插大卫，要甲伊拍死。上帝保守，无互伊拍死，但是上帝无欢喜啊，因为这个王无报恩，法度将恩当作仇恨来报答大卫啊，毋对啊！但是大卫王呢，虽然这个王要害死，伊有机会要来报复，但是大卫无要报复，因为伊知影这个大卫王，这个扫罗王是上帝所安立的，所以毋敢做这种的代志，伊就尊重伊，所以这个什么啊？大卫是以恩来报怨，意思就用好的来报答报复伊对我的歹的，无要害扫罗王啊。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这个王互敌人攻破失败，最后伊自杀，就死去了。大卫王呢得到上帝的祝福，
伊世世代代会跩子孙啊，拢得到上帝的祝福做王，甚至耶稣出世的时阵吼，伊的家族的族谱也是属于大卫这个王的家族之一。所以上帝会报答怀感恩的人，会审判怀忘恩负义的人。有一个譬喻咧讲啊，上帝爱叫两个天使落来人间啊，来看到底在基督徒吼是感恩较多，还是求讨的物件较多呢？所以一人就夹一骹布袋叫两个天使落来世间，伫咧收集材料啊。伊就去结果收，哇！伊即个天使吼，迄个向上帝求讨的祈求讨物件的吼，甲规布袋也重啊，规布袋满满的，这是怀向上帝求恩求讨物件的。但是迄一个天使伊的布袋轻啊，为虾米呢？因为信徒的感恩的代志啊，是真少啊，是无？所以当咱的教会你咧祈祷的时阵，你注意卖感恩的代志真少，怀向上帝祈求的较多，求上帝怜悯，盼望咱感恩的代志搁较多，望神的喜悦。咱看保罗伊感恩的心啊，值得咱学习的。咱知影保罗顶摆是一个反对教会、反对基督徒的，将基督徒掠去关、掠去刣死的。但是上帝呼召了后啊，伊就信主，伊就将家己奉献做传道的工作啊。为着主的工作，伊到处奔波辛苦，拄着真侪灾难啊，也无怨叹。仍然忠心到底啊！上帝祝福伊，互伊有恩赐来写真侪书信伫新约内面伊写做伫做书信的，影响到教会，影响到世世代代诶，在教会时代的人。伊曾经讲啊，保罗讲说，连理我今仔日诚做何等的人啊！是忘了神的恩才有法通成的，并且伊所赐予我的恩典啊，毋是多年空空的。伊讲我比正使徒结我的劳苦啊，这毋是我，毋是对我来，乃是上帝的恩典，甲我同在。上帝恩甲伊同在，伊才有今仔日啊。我盼望咱每一个基督徒学习保罗这个谦卑感恩的态度。咱今仔日诚做真富裕的、真成功的生理人，也是真成功的这个学术界的人物啊，真有地位、有成绩，但是咱人袂记得感恩。咱着学习保罗所讲的，我今仔日会诚做即款的丰盛的恩典，诚做什么款的人，完全是蒙神的恩典才有法通成功的，是无？罗马句说，我原来毋是我家己有法通做到，乃是神的恩甲我同在，上帝甲伊同在，上帝恩典甲伊同在。盼望咱每一个人会晓向上帝感恩啊！英文的是安尼讲 ，But by the grace of God, I am what I am. His grace, which was bestowed on me, was not fertile, but I worked more than all of them. Yet not I, but the grace of God.Which was with me, but the grace of God with me. 上帝恩典甲伊同在，伊才有今仔日啊！所以兄弟姊妹，
咱今仔日是毋是会晓向上帝感恩呢？求主帮助咱。所以无管咱的情况怎样啊，咱都会晓感恩。是好是歹的代志，咱着感恩，因为凡事都互相效力。有一位小先知啊，一位先知叫做哈巴谷啊，伊的感恩甲喜乐是对倒来的。伊哈巴谷第3章第17节到第18节安尼讲啊，伊说虽然无花果树袂发旺，其实袂发花结果，葡萄树也袂结果子，橄榄树也是袂效力，就是袂出果子，田地也袂出粮食，伊说羊群、牛群内面伊说园中也绝了羊，牛边内面也无半只牛，这个是真荒凉、真苦难的时节啊！逐项无啊，我算算的，一礼拜6日啦，伊6日拿6项列出6项的物件，计无啊！所以真艰苦较咱真绝望的体啊！但是18节上翻然而，但是我要因着耶和华来欢喜啊，因着救我的神来快乐。伊现在为什么会快乐会欢喜呢？是因着神的救恩来欢喜快乐啊！有神的同在就转变了，有神的同在祝福咧，就对苦难艰苦就变做喜乐了。你看觅，关键是在乎神的同在，神的拯救，甲神赐予咱真正内心的平安、快乐，甲永远的生命。所以兄弟姊妹，咱是毋是愿意伫咱一生来感恩颂赞神的名呢？保罗也是相仿的，你要相同的话，伊讲，无论是生，无论是死，总叫基督伫我的心中照常来显大。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Christ will be magnified in my body or in my life, whether by life or by death. 无论是生还是死，无论是借着我的生命，还是借着我的死亡，拢照常基督伫我的心中显大。这个显大就较咱放大镜，就是我无论伫好的还是无好的代志，艰苦的代志情形，是活命还是死命，拢是叫基督伫我的心中来显出基督的荣耀，显出基督的权能，显出基督的荣美，完全得到荣耀。所以这就是保罗。第2项，第2大点咱甲人讲，毋通忘记咧神的恩典的一件事项。什么呢？为着什么来感恩呢？伊说，伊赦免了你一切的罪啊！因为咱有罪，咱就袂得救；因为咱有罪，才有带来死亡。但是因为伊说，伊赦免了一切罪孽啊！当咱信主耶稣了后，主耶稣伫十字架顶担当咱一切的罪过，就干那正，就等于说伊赦免咱的罪了。这个人的罪得到赦免啊，将来的审判，上帝审判死人活人的上帝，咱就免受审判了。因为咱借着耶稣，咱得到公义，咱的罪得到赦免。咱向上帝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做咱的救主，那么咱的罪就得到赦免了。所以新约翰1书第1章第9节，安尼甲咱讲，咱若是承认家己的罪，神
是信实的神袂骗人，神是公义的神，伊是真公正的，伊要赦免咱的罪，洗清去咱一切的不义。一切不义就是咱一切罪的排带，咱隆重罪的排带，上帝无搁生效了，伊赦免了。好 ，If we confess our sins， 咱来 confess， 他会原谅。He is faithful and righteous， to forgive us our sins and cleanse us all of our transgressions or unrighteousness。上帝要赦免咱。所以头一项，咱感恩的，就是伊赦免了咱的罪，咱就有法通得到救。第二项，伊医治了咱的疾病，一切的毋好破病。这当毋是讲到咱基督徒，是咱信主了后，咱一个基督就毋捌破病了，袂破病了，毋是这个意思。即代意思说，咱信主了后有时也是会拄着病。若是神的意思要叫咱好，咱就会好。神的意思，伊叫咱伫主内面休养咯、休息咯，咱就到主同在了。为什么原因呢？因为咱对亚当迄个时节，人犯罪了后就带来世间的死亡，所以人有一摆死，死后搁一个审判。因为世人拢犯了罪，罪的代价就是死亡。所以世间人每一个人，无论是基督徒毋是基督徒，最终是着死。但是咱信主了后，咱会得救。这个死只是咱活在世间的时节拄着病痛，然后还是灾难意外死，但是后来咱的灵魂永远会得救。但是因为无论现在咱活伫世间的，因为世界改变了，受咒诅咯，有真侪跩树木在自然界会变化咯，真侪跩袂生产咯，咒诅咯，跩对受咒诅咯。人犯罪咯，伊发明一寡食的物件，有化学品的物件，咱人日子岁子愈来愈悬的时阵，咱的身躯就自然会退化咯。结果加上咱七食八食，咱食着遐有 additives， 食着遐加添物就是加一寡化学品。所以伫少年的时阵，也是有食着遐化学品，但是少年较强壮，得到的病痛较少。但是人若愈食愈多，食着跩化学品遐会致癌的一寡食品，还是additives 遐加添物的时阵咱的病痛会愈来愈严重。所以咱现代的女子真着拄着鳞癌，拄着子宫癌。男的拄着内脏各款的癌病，对头到骹拄着内对外会拄着癌病。然后有毋好的时阵咱找医生，毋通听怀异端说咱一个基督一定就会好咯，咱毋免搁找医生咯，毋对咱照样着找医生，着食药，靠着基督。上帝要留咱就袂死。咱看到真侪毒瘤的兄弟姊妹，因几十年还在生存，但是人会老化，会软弱，到一日伊也是会拄着这个死亡。但是伫世间这段时间，咱若拄着破病，上帝有时间咱医好所以咱就感恩真正正咱袂破病的，是将来咱离开世间，到上帝天国的内面咱就永远袂破病咯。咱顶摆无好的情形就变好势去咯。逐项去改变，所以伊医治了你的一切疾病，这个一切的破病是等到将来。咱活伫世间的时阵，基督徒也是会破病，但是咱得照医生的假使
接着基督，神若要尊留咱就会尊留咱，来医治咱。所以咱若判病，毋通太过伤心，因为这是必然的代志。上帝若要医治咱，上帝无即项难成的代志。所以第二项，当咱得到医治的时阵咱就感恩。所以一搭感恩的代志，就破病的时阵医治咱得到感恩。第三项，叫咱脱离死亡。咱怎么讲咯？因为人的犯罪就带来死亡，所以人都犯了罪，罪的代价结局就是死亡。所以人在世就有一摆会死。所以叫咱脱离死亡，就是咱本来是着死，但是咱信主了后，咱灵魂得救了，就得到永生了。这是约翰3章16节。神听咱世间人，甚至将伊独生子赏赐予咱，叫一切信伊的人不至灭亡，反倒当得到永永远远的活命。这就是叫咱脱离死亡。第二点，叫咱脱离死亡。当咱信主了，活伫这个世界，会拄到真侪款的灾难，车的灾难、飞机的空难，这个水灾、天灾、地震、病痛各款的灾难，伊有时会叫咱伫灾难当中得到逃脱，得到来脱离这个死亡。咱有一家见证，一家兄弟姊妹，要坐飞机以前伊拄到代志，煞无法通上飞机。但是迄当飞机飞去咯，拄到空难，飞机内面的人真侪人死去，但伊无去坐到迄当飞机。有时咱坐车，可能会拄到accident，但是咱会晓闪迄当车，就是得到救了。所以上帝伊叫咱脱离死亡。头一项，咱信主了后就脱离死亡。咱活伫世间会拄着灾难的时阵，上帝伊用伊的保守看顾，咱也是得到免除了这个死亡。所以咱若拄着即款的代志，咱就要感恩。说落去，伊讲说，伊用仁爱要做咱的冠冕。圣经安尼讲，以仁爱甲慈悲，诚做咱的冠冕。冠冕就是对迄个一顶方的皇帝所戴的这个真灿烂、真有荣耀的帽。是古早做王的，还是政府官员还是皇族内面会戴迄个冠冕。冠冕是即款的荣耀的象征呢，荣耀的，也是对人看，互人看要得到荣耀。诗篇第23篇第6节安尼讲。我一生一世，比如恩惠甲慈爱均缀着我，我要搁踮伫神的殿中，直到永远。咱的一生一世有慈爱，有仁爱，有慈悲，要均缀着咱。伊的意思是说，咱无论到什么所在去，咱上帝的平安、上帝的恩惠，拢均缀着咱。无论到什么所在去，上帝都甲咱同在。所以咱一生一世拢要荣耀上帝的名。伫人的面头前荣耀上帝的名，神祝福咱。无论咱是食着生还是食着死，拢叫基督伫咱的身顶照常显大。求主帮助咱。第5点呢？伊赏赐互咱真美好的食物，甲用的物件，互咱会知足。其实咱上帝，伊知影咱一切的需要，咱未祈祷的时阵伊就知影咱的需要，并且要按照咱的需要供给互咱。有时咱无求上帝就已经赏赐互咱了，叫咱得到知足无论是食的、穿的、徛的。咱看有得到上帝大大的施恩赐福毋免犯何罪。上帝要互咱得到知足。第6，
施行公义。耶和华先讲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冤屈的人来伸冤。什么是冤屈呢？互人骗啦，互人充公啦，互人欺骗啦，才是受冤屈的。明明咱无做这代志，伊这个互人误会来冤屈咱。所以有人咧欺负咱，上帝就为咱出面，神会用伊的公义，因为上帝是公义，伊公义为着神的行理来伸冤。咱互人欺负上帝会帮助咱，为咱伸冤。上帝伊是公义的，伊也是会报应怀欺骗人、充公人的怀人上帝来报应因。一方面是咧保护咱，一方面是对付怀欺负人的人。所以上帝是公义的，所以咱就为着遮互人冤屈的，咱就感恩。第7点，讲引人来归来认捌主，上帝话语咱有法人认捌主。圣经讲，伊同摩西知影伊的法则，叫以色列人会晓得伊的作为。当人读着神的律法，就晓归向主。读着神的圣经、神的话，咱就晓信主，得到上帝的福气。毋单安尼，咱也是着将神的话传互别人，叫别人得到福气。所以咱就感恩。第8就是上帝有怜悯，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无经过发生气，而且有丰盛的慈爱。老爸怎样怜悯伊的囝儿，耶和华也怎样来怜悯敬畏伊的人，因为伊知影咱的本体，思念咱不过是尘土，真软弱。所以上帝对咱的怜悯，什么是怜悯呢？怜悯是看到人可怜待，受苦了，伊才生出一个疼心来帮助咱，这叫怜悯。恩典呢，是咱无应该得的，上帝就赏赐互咱。比如说，上帝互咱救恩，要拯救咱，毋是咱靠着行为乃是神的恩典。是白白赏赐互咱，所以一个人白白得到别人的恩典，得到上帝的恩典，咱就要感恩啊。所以上帝怜悯咱，互咱恩典，伊也袂发生气，毋是说袂发生气，无常常发生气。有时咱信主的做毋着代志，讲毋着话，无应邀神的代志，咱就要来到神的面头前认罪悔改。上帝的气就消去了，伊就用怜悯甲恩典来对待咱，互咱悔改的机会。所以咱虽然亲像浪子，也是就要回头，上帝伫遐伫咧接受咱，听候咱悔改归向主。最后呢是讲到上帝所做的，叫无论是人是天使，拢着要称颂耶和华，感谢上帝。所以伫早最后是甲咱讲无论是开始，无论是落尾，有头有尾，感谢上帝，学了上帝。咱的一生是满有感恩，满有学了的，毋是只有会晓求讨物件尔定，咱着会晓感恩。就要报答神的恩典，所以最后几点来勉励兄弟姊妹，基督徒伫感恩节，毋是伫感恩节11日才会晓咧感恩，感谢上帝恩典，因为圣经甲咱讲，恁凡着凡事谢恩。这是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8节。因为这是神伫基督内面向恁所定的旨意，所以基督徒
感恩既然是神的旨意，咱就常常感恩，凡事谢恩。咱若如要谢恩，如要赞美上帝，神的加添上帝恩典。我若是听上帝的人，上帝要成事托咱的，是咱目睭袂捌看到，耳孔袂捌听到，咱的心咧想袂到的，上帝就要成事互咱。咱若就学习哈巴谷安尼，伊一礼拜当中，这无花果树、橄榄树、葡萄树结袂生产，田内也袂出粮食厝内也无羊也无牛，咱就真可怜待，这是暂时的。当咱上帝甲咱启示，互咱明白伊的恩典的时阵咱就会将迄个烦恼、无快乐、无平安的心就变做欢喜快乐。正亲像一个咱们所读的迄个哈巴谷书所讲的，虽然无花果树袂发旺，葡萄树也袂结果子，橄榄树也是袂效力，田内也袂出粮食，这个厝内园中也无羊，牛条内面也无牛，但是我要因着耶和华来欢喜，因着救我的上帝来欢喜快乐。重要毋是咱的苦难，重要是有上帝甲咱同在，咱会将这个苦难、将悲哀变做喜乐。有上帝同在，甲拯救咱的生命，才有真正的平安，才有真正的快乐，才有永生成事托咱。所以感谢主兄弟姊妹咱今仔日所讲的信息，盼望咱记牢伫心内所以咱一生拢着感恩，拢着赞美上帝伊的圣名，因为咱的一切所有的拢是神的恩典，咱的一生拢是神的恩典给着咱，所以咱着感恩。咱也着学习保罗所讲的一句话，什么我今日诚做何等的人，是啥物款的人拢是蒙神的恩典才有法通成的。英文是安尼讲 ：By the grace of God, I am what I am。因着神的恩典，我今仔日才有法通诚做真丰富的，心中真有平安的。我的家庭是幸福的，我的生理是继续做的，我的身躯现在有一个健康的身躯。我今仔日有法通诚做我完全是神的恩典。所以兄弟姊妹，今仔日的信息虽然到这的，但是以后的日子盼望咱的一生是满有感恩。满有阿谀颂赞咱上帝的名，上帝的祝福更较丰盛的成事互咱。愿主的名得到荣耀。咱三甲额头祈祷。亲爱的上帝听阮的主，阮的阿爸爸，多谢你赐托阮救赎的恩典，赐托阮伫破病当中得到医治，伫缺欠的时代，你成所阮所需要得到满足。感谢上帝有恩典，盼望阮的一生一世拢有恩惠甲慈爱均底，阮行阮的人生一直到见主的面。感恩奉耶稣的名，阿门。